咁啊，夏威夜總會咧，夏威呢個名咧，其實咧就嚟自英國一間好出名嘅酒店啊，叫做 Savoy。嗰個音調就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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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尾咧，黃霑咧就改咗佢叫做 Savoy， 成日都夢查查。Hello， 各位支持者，各位 Peterson 視頻嘅參與者，咁啊嗱，記得大家睇完我或者未睇之前咧，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係 YouTube Stories 喎，因為我而家暫時咧未講到係我同現時仍然在生我嘅好朋友嘅點滴，我同佢哋嘅 up close and personal 嘅 story 之前呢，我係大致上咧係將我以前嘅好朋友，但係佢哋不幸已經去咗世或者年紀大離咗世嘅高人，佢哋令到我喺佢身上學到好多思維、好多成功之道，可以同大家欣賞嘅。咁啊，稍後我相信係時間到啦，我會同大家係講大家好想聽嘅係我畢生3個噩耗，同埋呢就係我另外對於各行各業天南地北天文地理，我覺得係有趣，同埋覺得可以咧令到大家分享咗覺得有意義嘅一切嘅思維呢，係同你哋咧係 share 分享嘅。黃霑又名James Wong 黃湛森，佢咧大我3歲，佢亦都係雙魚座喎，咁所以黃霑咧係好有感情嘅。咁尤其是對住咧係女性方面啦、女伴方面咧，佢永遠咧都係有好多係好傳奇、好甜蜜嘅故事嘅。咁佢就係1941年3月18號出世啊。咁佢咧就半直係番禺，同我亦都係一樣。咁所以已經有2樣相似啦。但係當然咧，佢個才華梗係比我超卓得好多啦，係咪先啊？佢係神奇頂級超卓噶嘛。咁啊，黃霑我點識佢呢？就係62年呢，我未去美國讀書，仲有大約18個月啦。喺62年開始呢，透過又係簡義清、簡義和啦，呢2個我嘅師傅呢，介紹咗係其實嗰陣時已經啱啱香港大學畢業，亦都係咧嶄露頭角嘅出色香港人士 James Wong 黃霑俾我識嘅。咁啊62年嘅時候唔係霑叔啊，我哋叫佢做 James 嘅，就因為嗱大年紀嘅有簡義清、簡義和，係佢算當係亦都係黃霑嘅哥哥。我細過黃霑，所以我哋4個走埋一齊呢，我就係小弟弟嚟嘅啫。喺嗰陣時啦嚇，咁我哋點樣聚多呢？就係好多時呢，喺62年呢，香港盛行呢係中西嘅夜總會。咁其中有一間夜總會呢，喺中環皇后戲院大廈裏邊嘅。皇后戲院其實係一間大廈啦，仲有呢係夜總會就係夏威添啊。咁夏威夜總會呢，夏威呢個名呢，其實呢就嚟自英國一間好出名嘅酒店啊，叫做 Savoy。咁所以喺夏威夜總會，佢每晚2隊 band 輪流替換嘅時候呢，用呢個夏威嗰隻歌呢 Savoy Stomping at the Savoy 嗰隻歌呢嚟做轉 band 嘅。咁我都記得嗰個音調就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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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收尾呢，黃霑呢就改咗佢叫做Savoy， 成日都夢查查，因為喺夏威嗰個情調好啊嘛，咁所以呢，我哋經常都去嗰度係聽音樂，亦都係有飯食，亦都有舞跳。咁嗰陣時流行好多種舞嘅，由 rock and roll 開始啦，查爾 Charleston 啦、慢舞啦、冧舞啦，跟住就扭腰舞、Pachanga 呢個同埋呢個叉茶等等啦。咁去到夏威呢，咁其實黃霑同埋簡義清、簡義和哋呢，就一啲咧都唔生保噶啦，因為夏威啲無論係喺台上音樂嗰啲出名嘅人士，好似顧嘉輝係 Benny 打彈琴，另外唱歌早嘅有係喺60年中間嘅有鐘玲玲，到將近70年呢有明西，呢啲係可以唱中文國語或者好似鐘玲玲咁唱英文歌嘅
喺嗰度呢就係主音歌手嚟嘅。咁就同阿黃霑呢去夏威啦，我哋真係樂而忘返嘅。去到呢打烊2點鐘有陣時都唔願走，因為佢同阿顧嘉輝哋咁好傾。其實佢收尾同阿顧嘉輝拍檔，顧嘉輝寫曲，佢做編曲編詞，梗係即係好勁啦咁嘅組合係咪先？咁但係其實佢哋喺62年、63年已經喺樂壇咧認識咗嘅。咁阿黃霑做一樣好嘢呢，佢係透過呢個口琴高手咧梁日超老師嘅即係熏陶呢，佢係好叻吹口琴嘅。咁好啦。咁我哋好多時去到2點鐘過咗，冇船嗰時冇隧道噶嘛，亦都冇嗰啲過海車船可以翻過九龍嘅。因為黃霑住九龍，我就住喺干德道近住高主教中學嗰度附近嘅。咁所以好多時咧，黃霑就會咧係唔翻屋企啦，就嚟我屋企同我細佬嗰間房咧喺嗰度過夜嘅。咁因為我哋屋企咧，我細佬間房就2個細佬，第4、第3個細佬就係喺嗰間房，好大房嚟嘅。而嗰張台咧係透過成個，即係一埲牆，長過一張床嘅，有張係書台。咁喺張書台鋪張氈啊，或者鋪張係墊褥咧，就可以瞓得噶啦。咁通常黃霑咧就喺嗰度過夜咯，咁就唔使係趕翻去九龍，因為講緊九龍都冇尖沙咀船搭㗎啦，或者天星碼頭嘅渡海輪搭㗎啦，就唯有呢，就如果真係要趕過九龍呢，就搭嗰啲啵喺個皇后碼頭嗰啲哇啦哇啦咯。咁但係佢唔係晚晚都會咧趕哇啦哇啦翻過九龍嘅，咁所以佢好多時呢，黃霑就喺我屋企同我哋住過夜，咁亦都同我哋呢係5個啦，我知。下有1個妹，然之後4個細佬，咁啊3個細佬添，即係5個呢，5兄弟妹呢，就係好朋友嘅。咁就所以呢，稍後呢，我亦都有故事呢，佢同我個別嘅兄弟嘅友情同大家分享。咁但係講翻阿黃霑啦，咁佢一個係咁出名嘅人士，當然呢，佢喺香港由60年畢咗業香港大學之後已經呢係名成利就啦。咁我同佢呢，就由於佢係唔似簡義清、簡義和同埋我咁呢，中意波同馬，佢係唔中意運動乜滯嘅，同埋呢亦都唔中意賭錢嘅，唔中意跑馬嘅。咁所以呢，佢就專注咗喺文學上啊、作曲啊，同啲音樂界、電影界嘅人士呢係來往多啦。咁但係如果一聚首呢，我哋通常呢都係講啦，去夜總會就去鷹巢啊，或者去即係 Eagles Nest 喺希爾頓嗰度啦，或者去夏威夜總會嘅。咁啊到到73年我翻咗嚟，未開始喺74年嘅9月做體育先生之前呢，即係做足球同籃球教練之前呢，我就暫時咧喺嗰段時間有6個月咧係冇乜嘢做嘅。咁啊黃霑見到我冇乜嘢做，咁就透過我妹妹嘅穿針引線呢，佢揾咗我去做佢當時咧夠膽係大膽地自編自導，亦都自演一個配角嘅一套電影叫做《天堂》啊，講即係喺大陸游水落嚟嘅人嘅生活嘅。咁喺嗰出戲呢，就有鄧光榮做男主角啦，胡燕妮做女主角啦。哇！呢對組合真係喺嗰陣時影真正啦。咁仲有李影啦喺麗的呼聲嘅女電視演員啦，同埋黃霑咧就做配角啫。咁揾我做咩呢？就要着西裝，係打晒呔呢，做一個律師。咁出鏡嘅機會唔多嘅啫。咁但係起碼都算做有嘢做啊，係咪？亦都係我喺美國讀完書翻嚟香港嘅第一份係 part time freelance job 嚟嘅，就係做天堂裏邊嘅一個律師啦。咁都係要多得黃霑嘅。咁黃霑嘅威水史就大家呢係都知嘅。咁我只係會講俾你聽，就係話我識得黃霑，我同阿黃霑 up close and personal 啊，係做過啲乜嘢嘢俾大家知嘅啫。咁依個 part 呢，最後呢就要講到呢係阿黃霑喺同我兩個喺一個無線嘅綜合節目裏邊呢交流，大家係做乜嘢呢？就喺92年，我已經移民咗翻去美國，但係中途呢，我翻嚟香港有啲私事要辦啦。咁我停喺香港嘅時候呢，就無線揾我呢
做佢哋一個咧係由黃霑主持嘅variety show， 係綜合節目，係問答遊戲，係關於中國嘅歷史、地理同埋人物嘅。大家如果係年紀大過50歲，會記得嘅就係個節目嘅名叫做《江山如此多分》啊！咁我同埋黃霑係當然啦，佢係主持啦，我係 guest， 我係代表係名人隊。隊咧，名人隊有3個有3位，而咧係藝人隊亦都係有3個係即係一齊咧，大家喺問答遊戲裏邊咧係大家比武嘅。咁啊有邊幾個咧？我哋名人隊咧就有係時裝設計師鄧達智啦，同埋林錦堂啦。咁而家明星方面咧就有男嘅任達華、呂良偉，女嘅咧有當時咧就係唱《情人的眼淚》同阿的 Lee 嗰個 version 咧，令到阿林憶蓮好出名，喺90年初《情人的眼淚》啊嘅林憶蓮咯。咁就喺呢個江山如此多分呢個節目裏邊咧，我哋嗰一集咧算係喺 Season 2啊，第2季嘅。咁啊好似係第4集嚟嘅。咁啊喺呢個問答遊戲咧問起上嚟咧，其實咧都相當深㗎。你知黃霑佢識得咁多知識係咪先啦？點知好在我哋嗰組咧係有鄧達智，原來佢咧亦都係一個係多才多藝，除咗識時裝設計之外咧，旅遊又識，中國國內啊任何嘢啊佢亦都知道嘅。咁啊變咗咧喺我哋嗰組咧問答遊戲咧，我同林錦堂咧都唔需要點樣出聲啊，就由阿鄧達智，於是你攞晒啲分。咁而咧藝人隊咧嗰邊咧，任達華、呂良偉同埋林憶蓮嗰邊咧係冇得反擊嘅。咁啊變咗咧就係佢哋啊輸咗，咁啊贏咗嗰隊又有少少獎品啊獎勵下咁啦。咁啊92、93年嘅時期啦，我相信喺19啊，即係上世紀嘅。咁呢段時間咧，同埋喺呢個同阿黃霑再次碰頭，仲大家做埋節目咧，就係我咧喺佢2004年啊去世之前10多年前咧係最後一次見佢啦。咁啊另外咧佢點樣去世啊各樣嘢咧，我會咧係下回分解。